呢啲屋苑園林你去邊度揾啊？全新嘅新中式園林設計啊，蘇州園林嘅設計，下沉式嘅會所啦，嗰邊有埋恒溫泳池嘅桌球台啦，碳會所全部齊全。呢邊呢就健身房啦，一應俱全俾到你嘅咁樣嘅屋苑。而家我哋即刻上去睇下實體樓。上到嚟實體樓啦，而家睇嘅呢一套99方嘅豪裝4房單位啊，實用率100%嘅。門口喺呢度，門口入嚟鞋櫃位啦，做好晒俾你。跟住呢度有個洗手間位置嘅，乾濕分離亦都係做好晒。咁呢邊呢就係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啦，明廚嘅設計。實際用嗰陣時咧，可以拉翻埋，有翻推拉門，全新升級嘅裝修嚟嘅，預留埋冰箱位俾到你嘅。咁呢邊係做翻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戶型嘅，咁兩個露台呢邊做翻晾洗衫嘅區域啦，餐台位呢邊呢做翻景觀露台，望翻新中式嘅園林嘅。咁呢度實際交付呢係一間房嚟嘅，有牆嘅。咁呢度呢係打通咗，做大咗個客廳嘅，咁可以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呢，自己設計翻都冇問題。入邊仲有3間房，嗱，第一間兒童房啦，做咗榻榻米設計，望翻花園景觀嘅。咁呢邊亦都係一個兒童房啦，望翻花園景觀，正正嘅話咧，99方做到4房，房間唔算細噶。特別你睇下呢個主人房，有翻咁闊落嘅套廁俾到你，仲有翻咁闊落嘅休息區俾到你嘅，飄窗位全層送啦。咁呢邊咧實際交付亦都係一個 L 字型嘅飄窗位嚟嘅，做翻南北對流嘅。咁呢度設計咗個日涵式嘅衣櫃啦，同埋梳妝台俾到女主人嘅，咁可以自己設計翻呢個關口市中心嘅物業，99方做到4房，而且係咁靚嘅一個全新嘅新中式園林景觀俾到你嘅，非常之大氣，首期30零個就可以上車啦。有興趣嘅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